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6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费。这个618马上就要到了。根据以往618这些卖家电商平台都要进行大促有很多人呢，都会在这大促期间去囤货去消费。今年加上国补很多人都期盼着国补和这个618大促，商家优惠叠加，然后呢扫货一波囤货，这个享受这个更有诱惑力的价格。谁知道近期国补大面积暂停。最近媒体都在报道说多地国补暂停，原因是什么呢？众说纷纭有人说因为618活动本身存在折扣。你比如说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他说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促销活动618正在火热进行，但部分地方却传出国补暂停或者调整的消息。财联社6月8号说正值618大促，江苏、重庆、湖北、广东等多地家电国补政策暂停或调整为限量供应模式。财联社记者走访实地了解到，江苏省消费者若在线下使用国补，需在商家处排队等待抢额，且数码产品一额难求。广东省消费者也需要抢券核销。商务部数据显示以旧换新销售额已突破1万亿元。业内分析认为，当前政策调整主因国补资金消耗过快，属短暂现象，新一轮补贴或将重启例如重庆市商务委预计6月上旬出台第二阶段政策等等还有这个人民日报也有报道。对于国补暂停这一事情不仅国内媒体在报道，很多海外媒体也在报道。但是他们报道的角度略有不同。你比如说这个联合早报说他说多地国补暂停，地方等待中央资金，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简称国补，是中国政府为鼓励特定产业发展、促进消费而推出的财政补贴措施。在最近2年，国补的范围持续扩大到数码产品、汽车、家电、家庭住宅装修消费品等，已经成为带动消费的一项主要刺激政策。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截至今年5月31日，今年以来以旧换新5大品类合计带动销售额 1.1 万亿人民币，发放直达消费者的补贴 1.75 亿份。根据补贴政策，家电类可以补贴销售售价的 20%， 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元；手机数码类可以补贴 15%， 每件产品补贴不超过500元。不过各电商平台商家为了抓住优惠期，吸引更多用户，还会叠加优惠券。有网民分享说一台5999元的人民币的苹果手机，通过国补平台优惠可以减掉800多元，到手只需要5100元。那么根据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工作人员上个星期五也就是6月6号透露，他目前国补确实已暂停，线上申领暂停，第二轮补贴政策正在筹备中，预计6月上旬正式出台。重庆以旧换新热线也证实，该市家电换新补贴已经暂停，主因前期总额12亿元的补贴资金已用完，也就是国家补贴的12个亿给重庆的这个以旧换新，这钱已经花完了，上半年呢。而江苏省商务厅负责人则表示，目前部分国补平台正整改或进行系统升级，调整后消费者可正常申领与使用补贴。自6月1日起，江苏线上线下国补都已采取限额模式。此外，京东的苹果产品自营旗舰店公告显示，广东、湖北、沈阳等地的国补活动正在升级，暂时无法领取、解绑或使用。不少网民担心突然暂停是否意味着国补政策正在退出？澎湃新闻引述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吴贤健称，主要原因是部分地方国补资金在接续过程中出现断档期，第二批资金正在加速拨付，预计6月上旬多地将重启。国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中央是主力，地方的配套比例在 10% 至 15% 左右，但部分地区首批国补资金已用尽，因此暂时终止补贴发放。华西证券家电行业分析师表示国补资金消耗超预期，多地转向限额限流甚至暂停，属于阶段性控量而非结束。媒体报道若额度超出，中央不再承担。据新华社6月6日报道，今年中央财政国补资
资金额度比去年增加1倍，达到3000亿元。就这是中央出的钱啊，跟地方政府配套的那个补贴啊不包含在内，一共是3000亿，其中1620亿元已经下达至各省市，剩余1380亿元尚未下达，也就是半年还没到，已经花掉了1620亿，花掉了这个1半多啊。根据中国发改委和财政部今年1月5日发布的政策文件，国补在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报废更新等领域，按照总体9:1的比例，由央地共担，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补贴比例分别为85%、90%和95%。中央的资金是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下达地方。同时规定也注明，若某地区用完中央下达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额度，则超出部分由该地区通过地方资金支持，中央不再负担。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未用完的中央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额度收回中央，也就是不够的地方自己补，多了的要收回，就是你地方没有花完的，那人家还要收回去。实际上对地方政府来说既要把这个中央的这个资金，那你也肯定要用好那上面通过长期国债拨下的这个钱，你要不花掉，那钱要退回去；你要花掉，这个地方还有配套的，一共10块钱给消费者补贴，比如说中央掏8块，那你地方要掏2块出来，所以很多地方掏这2块就成了问题。这个大家想象一下也不难想象，因为现在各个地方卖地收入现在基本上都没了，很多地方连工资都发不下来，然后他还掏这2块钱补贴，对吧？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对吧？税收减缓，债务高企，他很多地方债利息都还不了，要花债，对吧？还有那么多人工资要发，吃喝拉撒人吃马喂的，所以说地方财政再掏钱出来给消费补贴，这个江浙沪地区恐怕还稍微好一点，那西部地区那恐怕压力就更大。所以在中央资金到位前，似乎不得不暂停补贴，如果下半年额度再迅速消耗，中央也不再承担。对于这个现象官方媒体建议要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随着多个地方国补暂停的消息传出，中国央媒也提出要持续完善促消费长效机制，地方政府也要提高积极性。经济日报星期一发表金光评文章，叫持续完善促消费长效机制，指出要完善考核评价激励机制，提高地方政府促消费积极性。文章直言，相较于投资花在促消费方面的资金，不但短期内难以产生明显的回报，反而容易挤压刚性支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往往延迟反映在统计口径中，尤其在线上消费分布如全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很难从消费中直接获得税收等收益。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这意思？地方政府在这个促消费这一块也是口号喊得响，但是真正的让他出力，让他补贴出血，这个他还是要衡量权衡。这个经济日报的说法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地方政府从消费中它不能直接的获得税收或者就是获得的比较少，咱们还是以这个增值税，对吧？还是以生产为主，你东西只要生产出来，地方政府税就收到了，只是这东西卖出去，地方政府也能收点税，但是相比较那个增值税它没那么直接，对吧？以安徽为例我就瞎举例子，大家去理解。安徽这儿玩命的促消费，给你补贴，然后你买了茅台，这个对安徽本地来说，它那个直接促进给安徽本地的税收的增加，我远远没有给贵州做的贡献多，因为这个茅台是在贵州生产。那你说作为安徽这个地方政府，我死乞白赖的从财政里拿钱出来去刺激老百姓去消费，你买了茅台，实际上安徽这儿相当于给别人做嫁衣，那你说它的积极性就没那么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出钱，中央是一盘棋他来出钱，地方政府你也得出点钱配套，有点那个肉烂在锅里的意思。所以这个中央拨的钱只要一花掉了，那地方马上就停，没钱补贴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各个地方就暂停国补。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你比如说美国吧，美国人家是消费税，消费税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买的茅台，你在安徽买的茅台，安徽要收你消费税，这个税收更直接更多，所以这个地方政府他就更愿意拿钱出来补贴，因为补贴了你买了之后不就形成消费税嘛，消费税又回到地方政府的口袋，这样它刺激的越多它的正向的收益就多，这样
样的话，它就能拉动这个消费，这个地方经济啊。地方政府再一算账，发现自己其实没出多少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刺激了消费嘛，地方消费税多了啊。正因为如此啊，文章指出，要引导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树立以促消费为导向的政绩观，加大消费基础设施投入，优化消费环境，增强补贴力度，压实地方政府促消费责任。这个说的都是大道理是通的啊，但实际上操作是很难执行，因为地方政府它也要开支啊，它也要吃喝拉撒呀，也就是它要有财政收入，它的收入从哪儿来？如果消费上去了，它的收入增加不了，它的收入还在下降，它肯定不会干的。你就是给他什么 KPI 考核都没用，因为他要吃饭。领导可以背这个 KPI， 为了 KPI 可以去要求下面干活，但是你到了基层，人家就是吃饭，就是工资，对吧？玩命的干，结果工资没增加，活还多了，压力大了，他哪有动力呢？这个经济日报说啊，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并指出提振消费不能单纯依靠政策刺激，国补政策的可持续性需要反思。一方面是地方财政承压，配套资金空间有限，长期依赖中央拨款难以持续；另一方面，补贴用多了，反而让消费者习惯了等补贴。这里面我们要说一下啊，这个是跟咱们这个国情有关系。几千年来啊，我们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以美国为例吧，你看美国现在闹得比较厉害的就是加州，对吧？你看加州州长纽森跟特朗普之间什么关系？这个加州那个洛杉矶，对吧？现在正在搞宵禁呢，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在那个市中心吧。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美国是联邦制，那加州，对吧？就相当于是一个独立王国。美国就是50个小国家组成，只不过是外交，对吧？军事还对外的这个贸易，就是部分权力是由联邦政府掌握，剩下的，对吧？都是各个州有绝对的权利。所以它每个州，对吧？法律都不一样。你到了那个州18岁以下你就不能喝酒，但是在这个州18岁以下是可以喝酒的，对吧？到了那个州你是多少岁你不能持枪，对吧？不能持什么样的枪，但是这个州它是可以的。所以它每个州都不一样，每个州有独立的非常大的财权，它完全就是财务是独立的嘛。所以你看每个州的那个税也不一样，个人所得税也不一样，你连那个房产税都不太一样，算法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你再看一下咱们这儿，仔细想一想，你就知道为什么，对吧？咱们是要增值税，而消费税是弱势，对吧？不是没有消费税啊，消费税是有的啊，但是它是属于这个比较弱的。那增值税谁收走了呢？然后你再想一下，特朗普现在一天到晚琢磨啥？特朗普就要增加他的权利，增加他的权利，他就想着怎么样多收税，增加联邦的这个收入。联邦的收入就是关税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从10几年前就天天喊口号是要拉动内需，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但是一直动不了，就是口号喊得特别响，但是效果特别差，最后还是变成一个外贸，对吧？靠外贸来拉动。那你外贸你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怎么办呢？国内它也不消费，那就是房地产，你不买这个不买那个，你房子要买，房子买了电视机就要买，电冰箱就要买，洗衣机就要买，对吧？房子买了你车子就要买了。所以你看啊，它就这么一个逻辑，你仔细想一想。那对地方政府来说呢，对吧？既然刺激你消费，你买那些茅台，你买电视机跟我地方没什么关系，我也挣不到收不了多少税。卖房子就不一样了，卖房子地是我这儿的，我把地卖给你，对吧？从那个土地一变性啊，对吧？从农民那边地弄过来，最后变成住宅用地，盖成商品房，那不涨了10几倍吗？这就是土地财政啊，地方政府通过这个赚钱来维持运转。从秦朝以来，这个国情啊，你把仔细想一想，这个央地的关系，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这就叫历史原因形成的。他这个经济日报啊说啊，消费者只要坚持不买，补贴就会更多，就是消费者已经形成这个预期，在多轮促消费政策刺激下，许多消费者已经开始形成对补贴的政策预期心理，倾向于等待更大幅度让利。当前国补暂停，有不少网民表示，既然暂停了，就等下一轮，等等看有没有更多优惠，只要大家不买，补贴肯定更多。这个确实是一种消费心理啊，我倒觉得啊，不完全是这样，不要因为补贴了之后消费多了一点，就以为真的是促进消费了，那个叫提前透支，它并没有什么增量，它只是把未来的
量提前到现在消费了，没有新的需求啊。BBC 中文网今年3月一篇报道分析，当人们停止消费时，企业就会降价来吸引买家。这种情况发生的越多，他们赚的钱就越少，招聘就会放缓，薪资就会停滞，经济增长动能就会停止。这是中国想要避免的循环，实际上就是通缩啊。就我们现在就是要适度的通胀，对吧？最好到这个 CPI 到2.5%、3%左右吧。现在我们明显的是处于通缩阶段。那通缩阶段的特征就是这样的，大家勒紧裤带，不消费，那商家因为产能太大，就跟那个新能源汽车一样的，它产能太大，它要去库存，它要回笼资金，它要还贷款，它就必须降价，刺激你买，降价就是恶性竞争。你还是不买，那它就得裁员，工厂倒闭，工人下岗，降薪，也就是大家收入在下降。当然，大家收入一下降，那大家更得存钱，对吧？都找不到工作了，你还敢花吗？对吧？你再存钱，你不买，那厂家再倒闭，再失业，所以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循环。这文章说某种程度上，国补也助长了这种观望与省钱博弈的心态，尤其是在家电、汽车等耐用品领域，前期大力度补贴叠加电商促销，不少家庭已提前完成了更新换代，需求透支迹象逐渐显现，实际上就是透支了未来的需求啊。说自媒体载播引述家电行业从业者称，今年前2季度家电品牌线上线下增速都在放缓，核心就是因为去年双11加国补已经透支了一波。实际上，当前问题并不在于居民是否缺少家电、汽车或日用品，而在于消费信心不足，收入增长预期偏弱，这才是消费复苏真正面临的挑战。文章说不能否认国补政策作为中国主要的刺激消费政策，拉动了多个领域的消费，但随着财政承受力的趋紧，央地不平衡，消费者观望心理加重，需求透支等风险已经显现，是时候评估这一政策的优化空间。也就是靠这种刺激消费它到底有多大的成果，有没有用？我想有用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它的效果是很难达到预期啊。你上面只要一补贴，下面就一大堆出来套补的人。就是你看国家拿了3000亿出来，那地方政府再配套1000多亿，那就我们假设是5000亿，中央和地方一共拿出5000亿来配套消费者，但是消费者最后真的是拿到了这5000亿吗？对吧？这中间有大量的跑冒滴漏有人就专门套补对吧？这些不法商贩，这个媒体报道也很多了，还有判刑的，对吧？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叫防范国补商品骗补套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18促销合规提示，为规范促销经营行为，维护618期间网络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向综合电商、直播电商、跨境电商等平台企业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它是提示很多它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在规范促销行为方面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杜绝大数据杀熟、虚假营销、刷单炒信等违法行为，防范国补商品骗补套补行为。这是人民日报报道的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这个资金是不是都到了消费者手上，都补贴了消费者，所以这是个问号。第二个，本来这个目的是刺激消费、促进消费，我们理解的就是增量，就是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每个月花费3000块，通过国补呢，你是不是每个月花了3200或者是4000块，也就是在你每个月的花费上你多出了1块钱，就去花呀，就是多花了1000块，这才增量嘛。那这样的补贴才有意义。我每个月就花3000，然后你给我补贴了500，那我花2500，然后加上你这500，我还是花3000，那消费增加在哪儿呢？那你就是给消费者节约了500块钱，对吧？对整个经济来说它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也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增量。那这种只能把消费透支，就把我本来打算明年买这个电冰箱的，或者我再坚持2年，电冰箱它不坏我不换。有的人呢，电冰箱有点噪音了，对吧？但是我也能忍，它功能是好的。洗衣机也是的，对吧？我等它坏了我再换。结果你有补贴这个洗衣机2800，你补贴个400或者800、2000，我想一想，那我就提前换吧，无非就把明年买洗衣机换到今年了，我明年就不会再买了。那你洗衣机不能说只管1年吧？这个家电一般的得用个好几年，4、5年，所以它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就是你现在看这数据好像还挺正常，一旦国补停下来，一旦618促销一过，到了7月、8月，那就会形成一个消费的低谷，那个数字会断崖式下跌。这个就跟那个楼市一样你出了很多救楼市的政策，是的，那1个月、2个月、3个月，好像那个楼市稳住了，楼市各种交易数据看上去还不错，但
但是3个月一过，后面就是断崖式下跌，无非就是透支嘛。你把本来半年以后买房的都搞到现在买了。刚才说的茅台啊，新浪证券报道啊，飞天茅台全线下跌。25年飞天茅台散瓶已跌破2000元关口。今日酒价披露的最新批发参考价显示，25年飞天茅台原箱报价2050元每瓶，较前一日下跌30元。25年飞天茅台散瓶报1980元一瓶，较前一日下跌10元一瓶。24年飞天茅台原箱报2100元一瓶，较前一日下跌15元。24年飞天茅台散瓶报2010元每瓶，较前一日下跌20元。也就是飞天茅台散瓶已经突破2000元大关，这个茅台已经保了很长时间，终于破了。这个茅台散瓶跌破2000元，就好比那个沪市沪指跌破3000点是一个道理，突破了这个重要的心理价位，下面恐怕就要加速了。这个就很能说明问题消费不是你想刺激就能刺激得起来的。这些媒体最后都说最终还是要提高收入，还是要恢复信心，提高对未来的预期有了信心他才敢去消费。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